讲诗词碑，乾道宫，坤道宫。请坐下。好。咱敬爱的前人胡前人以及各位点燃师咱各位助理、各位领职各位团主、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有安。讲师午安。咱今仔日呢做难得会当讲一档世界的亲属教育班所以呢咱王经理呢带领了咱这团小破水咧学习道德经啦所以大家不足我嘛是不足所以总欢喜今仔日互我的要向各位来学习道德经的第35讲叫做大长中所以咱有这好因缘呢，拢就是接着咱天文师长甲祖师皇祖咱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的大本大德，甲咱前人以及各位点传师的传法，使咱有这好因缘来研究道德经啦道德经呢伊全部经过81章，81章我讲2字尔一字道，一字对，就讲道理啦。所以你就感觉伫个这到前搁下晡嘛是讲道，道是啥物物件？无名无形无相，你望袂着、看袂着、听袂着，所以做歹去牵顺的就对啦。毋过歹牵顺嘛爱牵顺，歹讲嘛是爱讲。为什么？因为呢，过不大不响人不款不贤所以咱这看会到足简单的，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像这电脑内底有啥物啥物软体啥，这看会到的拢足好研究的，毋免偌久人去讨啊，就我8个较厉害互我迄感觉看迄手机佫举一支手机这电脑有安尼，拢看挂一个手镯尔咧，喊一个手机就走出来，你敢知影？足厉害所以这就科技啦。咱这无形无相的自古以来，自啥6250当的时阵，互伊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尽取之声，言取之物，始作八卦。所以你看伫6千几当迄阵，互伊圣人，伊就是啥，在研究世在解说什么叫道迄阵是叫做道，无迄阵叫做啥？叫做易。易经的易，所以互伊圣人讲的易，参咱讲的道是共款的。各位先生，名不共款尔，其实伊就是咧讲这他会有这个道，因为到咱这差不多2500几当的啥老子就是道德经的作者所以嘛是仰观天文，看天地万物的变化，非常的奥妙啦。所以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我毋知伊啥物名，所以我号一个叫做道啦。所以道就是安尼来啦。所以道就是易，易就是道。所以咱万人啦，易就是易经啦，道就是道体啦。其实伊是共款的就对啦好，咱今仔日就是要讲这段足短啦。所以迄个啥？短尔文听互我慢慢来陈述啦搁有请简咱做伙念一解啦咱念国语的啦因为互我国语拢讲啥物国语你敢知？叫做台湾国语早我咧带少年咧伊讲永红大哥你讲的台湾国语很标准啦我做红了你敢知？伊也无讲你国语讲的很标准，讲台湾国语所以咱念国语要紧啦来，各位请起来做伙念啦来。执大象，天下王，王而不败，安平泰，乐于耳，过客时，道之出口，但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计。所以你看，伊咧讲这篇，伊嘛是讲道啦。所以伊来讲看袂到听袂到讲袂到毋过咧作用出来咧，叫做真空神妙用。
妙不可言的对啦吼。好，啊，别讲之前呢，我看吼来讲一个故事，我不要讲道理啦，怎爱讲故事的啦，吼，这个大象吼，啥物叫大象章？吼，你若讲真正实的像啦，吼，咱阿弥陀佛，过前阵咱知影吼，天上阿弥陀佛，伊左右旁倒手边迄位就是观世音菩萨，正手边的叫大势至菩萨，咱咧，人世间的三分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左右相，倒手边就是啥文殊菩萨，正手边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伊就骑一只象啦，各位亲人，咱有印象无？所以是咱普贤菩萨伊要骑一只象，象代表着悲愿无穷，悲愿无穷尽，所以大象也是代表着这种意涵。互我发觉讲，释迦牟尼佛来到人世间，伊有来骑一只象来咧，而且个白色的咧，这只象无简单，这只象是啥物象？鸡爷，各位亲人，咱咧象是就两鸡爷尔，伊这只象6鸡爷。所以各位亲人，咱人相信你会当去五圣宫遐，遐就五圣有无？你啊看伊画图，迄象真正是6鸡爷咧，伊老子讲的象咧，伊就代表道啦。所以圣人，就是拢照着啥？伊无用无上啊，所以照着啥？书啦、本啦，各方面来啥？比如道。所以第35章，老子伊嘛是用安尼方法来比如道就对啦。各位先生，道是啥？我这故事来参大家分享啦。有一天呢，一个叫做何浩若博士，伊来咱台湾遮这个专题演讲。专题演讲的时阵伊就家己讲伊的实例就对啦。讲有一摆英年伊去看着爱因斯坦啦。所以就参与爱因斯坦就伫遐座谈嘛、聊天嘛所以袂讲之前爱因斯坦就攀一杯啥咖啡啦。请何浩若博士伫遐坐，咖啡就来攀伊头前，安尼就对啦。两个就开始谈起来了。这个何浩若博士就问爱因斯坦讲你各方面做厉害，我来请教。咱世界当中啦天上地下有这个上帝存在无啦？现在咱讲问上帝，因为伊是基督教的嘛，基督教上界管的是上帝啊。咱遮咧，你有可能问讲，咱有老母无啦？咱有道无啦？师傅都这样问嘛爱因斯坦伊就拢无回答，嘛是地下拍迄个咖啡糖的，就去看一下，看一来的时阵就参与坐，我坐就开始讲啦，伊讲何博士，你开始这个问题真好，我未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4个问题，安尼啦，伊讲这4个问题足简单，咱大家拢会断着，各位亲人你嘛会断着啦，你想看觅，第一。你讲迄放这细只，各位亲人，放是这细只。是咱放有研究一标斤海300个。各位亲人，你看咱放现在一标斤300个啦。各位亲人，你一标斤海300个看觅所以迄放特色安尼啦，所以各位亲人，你也看，咱有当时咧困。一只放啦，你敢困会去？这只放就无掠到真正无法度困啊，下暗就搁失眠啊，敢是安尼？所以放很足讨人厌就对啦，足讨厌啦。咱人较爱啥物物件？公鸡，敢是安尼？是咱人较爱公鸡，较毋爱放啊。迄公鸡就是你困饱要切物件切伊就咕咕咕，是安尼。一工叫一届尔，大家拢爱公鸡，放咧不时不着就拄够讨厌咧。虽然你亲口想要拍落来了就对啦，就太讨厌了你。所以爱因斯坦讲，以前伊的叶我都一标斤海300个送创做的啦。何博士说别样赢咧，爱讲第二问题。伊讲蝙蝠啦，蝙蝠会晓时就看袂着啦，敢是安尼？毋过以前咧飞拢袂去碰着壁，各位亲戚，你有去想着即个问题无？迄蝙蝠野鹅啊，
哦，伊迄钱是看袂到的哦。啊，不过了嘛，伊个空间咧飞吼，伊就是遐细。啊，安怎细就袂碰着，迄做厉害。因为伊吼，伊会发生一种声响，爱叫出来了，伊就开始测试距离。哦，啥物所在伊回应就知影遐左边，伊袂去啊弄着啦，安尼有影无？哎，哦，所以你看，讲啊也无是啥个创造遮大位啦。哦，啊，搁一种，哦，阮读家叫做红卡，我毋知你叫做啥啦，鸽子啦。国语叫做鸽子啊，啊，我这个名叫红卡啦，因为伊较红，所以咱叫红卡啦。啊，讲红卡吼是安怎伊天生有一个雷达，哦，各位先生，咱红卡咱知影吼，稳脚，哦，啊，你讲咱人来放红卡比赛，是毋是拢好掠去北部，掠去愈远愈好？啊，即摆放伊呢，啊，足奇怪咧，因为互我较早还袂听到之前吼，我咱捌试过红卡，啊，无咱捌参比赛。哦，啊，毋捌一定啦，哦，我这个无骗命面的吼，啊，对我无缘啦。啊，我摕去第八棒呢，我还袂等下到厝里才红卡到啊。哦，比我的速度较紧，因为棒应该一直飞啊。各位先生，啊，你敢有想到一个问题？哦，咱天是虚空啊，敢是安尼？啊，是安尼，不但是了后，伊才会知影往哪个地方跑。哦，敢是？哦，所以红卡比咱难叫。咱莫讲啥，咱就一个人去一个车所的所在来等了，你就忘记啊啦。啊，当初来换一倒啦，啊，我买一倒转去啦。哦，敢是安尼？红卡袂呢，做厉害，伊当伊哦，飘一个，伊虽知影哦，伊有头壳有一个雷达啦，伊知影东西南北一倒啦，伊知影因兜一倒啦，所以就往迄个啥回家就伊就一直飞。啊，所以吼，伊就问讲何博士啊，哦，阮只吼红卡的雷达是啥较准的啦？安尼啦，哦。啊，搁第五种、第四种，伊讲我看这个表啊吼，世界上较有名的啦，一粒无几万块啦，啊你啊看啦吼，伊这个表啊吼，一档哦，搁差差不多2秒至3秒，各位先生，一个表啊差2秒3，一档哦，一定有够档啊，就对啦，无这个比这个表啊较好个啦，伊讲哦，是安怎你看天顶掠头开花的车道是千万点咧，你敢知影？哦，就甲讲咱的太阳系就好啊，咱的太阳系有啥？有金星、木星、火星、海王星、冥王星、天王星有无？月亮甲地球，其实啥？绕着太阳走嘛。所以你看，各粒车道吼，拢有个轨道哦。咱这大这个地球咧，伊会自转哦，佫会公转哦。公转就是伊会射太阳，射一日。所以咱地球射太阳射一年吼，拄啊一档，合1秒钟都无差呢。各位先生，爱有厉害无？爱射偌久啊？毋知几亿万年啊啦，分秒不差啦。伊讲这是啥物人创造的啦？各位先生，这敢是你创造的，还是互我创造的？还是咱前人还是祖前人都有点人创造的？应该都毋是嘛？好，感谢呢。这就是脑部的运动，所以啥物叫道？道在天叫天理，道在地叫地理，道在人的叫做心理。安尼啦，就是，所以你看，车道伊是安怎遐济白相碰？迄车道参车道，叫做啥球啊，参球啊，相碰啊去了，迄世界末日咧。敢是安尼？所以脑部安排较做好势。你该安怎转，该自转的自转，该安怎公转的公转，绝对袂去相碰。迄叫做天的地啦。地咧，地理咧，地理足简单，你来看，咱即个菜瓜咧大出啦，敢是安尼？你菜瓜子啊放落，伊就自然就啥？剥菜地顶啊，菜瓜会结出来。你啊洗个，在大肠啊，伊一定洗菜瓜互你食。伊袂讲你摘菜瓜，我比洗苦瓜，有可能即个代志。所以叫啥？地下理。你种啥物因，就种啥物果，绝对的就对啦。生理咧，防治精密疗法，管治叫体重有病，迄就是咱的生理，就是咱寿命数一直啊，管就到遐，咱的生理都完去啊啦。所以咱今仔会讲话，会来一班，会啥？做一切动作，各位先生，无即个生理来带动，咱无法做这一切动作。这就是道，就是安尼。各位先生，对道较认识啦。所以道，大家也道呢，你也道，伊也道，伊也道，伊就我也道，咱大家拢是道呢。所以道看入来，
就是咱的自性啦，就是你的佛性啦。所以你嘛粉，伊嘛粉，伊嘛粉，我嘛粉，咱大家面拢就是粉咧。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呢，所以呢，这就是啥？你讲大象，讲这个安尼，讲十大象天下王急，各位姐姐，急就是顾急啦，咱是要顾啥较好啦？各位姐姐，你这世啦，赚足侪钱的，好，你钱也顾条条，安尼嘛是袂歹啦，敢是安尼？你讲我咧做大官，我做总统，你集啥？一寡的权势啦，安尼迄嘛是你啥？迄嘛是好啦，所以反正咱一世间，这世人，你是要集钱，还是要集权，还是要集啥？集名、集利，拢会使。毋过世间钱、世间用，世间无伫个拢无路用。各位先生是安尼？像这个啊，到尾了，你看我都早当年，无可能啊。毋过咧，集即个物件完全拢无啥，无保障。时间到啊，人在人情在，人去咧，人情无，无人情通去讲啊。无要集啥物较好？大道。咱择善而固执，从大道啥？好好的、牢牢的什么，把它把握住。所以中国他讲啊，行之者，即先而后知之者也。所以就是啥？要咱择善固执，择善固执什么？道。啥物会当无？袂使无道。啥物会当叫歹去？道袂使叫歹去。啥物会当叫无去？道袂使叫无去。知道？这个值大象。所以各位先生。道化了咱人体，就是咱的自性啦，咱的佛性啦，各位先生。所以韩老先生定定讲一句话，伊定定讲一句互我印象足深刻就对啦。伊讲无艺着的是阮做主啦，无艺着的写小性啦。各位先生，你的佛性你有讲着啊无啦？敢有讲着啊？早就讲着啊恭喜哈！咱敢讲着啊？现在咱就拢无讲着啊。咱的道体，咱的佛性一定爱摸着。你摸着了你会足欢喜。所以咱较接转来，叫做环佛经。找你的本体。所以叫做环你若保掉咧，安尼。而且啥？诚心保守，保守啥？保守你的佛性啊。保守啥？保守你的本体啊。所以叫做积，无积袂使哦。过来，天下王，就是讲这个道，像台语讲的，道哪像水安尼，有够老的啦。以易经来讲，水叫做汤罐，汤罐叫做啥？无孔不入，较细方伊嘛断落，足厉害嘞，水真正够厉害嘞。迄较早就是条梯花啦，结果去迄啥咧，迄狗爷蹭开梯花已经唔塌，结果咧掠。爱摕话，你也是水会放去啊！因规整个人啊，所以有一个农夫看一个安尼掠，你敢知伊这是件足伟大的代志？安怎？伊拢赶紧要用大补，连补袂有啊！一直憋去啊！所以规个人拢打掉的啦，规个人拢从迄啥，伫迄铺底下迄树啊，我规身人拢打掉的，都拢唔敢讲，唔敢走。因为无打掉的迄水一直刮，迄天放去了落啦，规整拢用了了。所以拢牺牲家己呢，拢拍伫遐咧，规暝拢无转去，嘛拢无困，就拍伫遐，无伊也离开巴克就去了啦。咱半暝迄落啥透早开，当迄这侦查人，拢去做事。看着讲，哎哟，啥物人啊？你来甲拍伫遮？伊讲较紧嘞，去叫人来斗用。无即天话去互狗爷已经蹭汤去啊，准备要放落啊。无来较紧来用无好修理用好，去放去规整就去了了。所以行一个往转去调做者调做者人来赶紧紧把离开慢慢迄土较紧嘞安那处理开，各位先生。所以你看迄道就像水安尼，无孔不入呢。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真的呢。所以你看，是人咧办道，还是天咧办道？迄叫人办天做啦。所以你只要刚开口，只要你开口，仙火一定出手。你免惊道啦。你要看咱前人啦，真该去度迄落啥，去印度开放。
伊就带咱王志礼来师嘛，搁几个前贤过嘛，搁带2个翻译官，你看神道遐咱拢无捌人咧，敢名咧？足奇怪哦，前贤一挂人以为哦，你叫，想要去租厝啦，还是要去要找一个倒条地方嘛？有一个人，就伫内底营业无当啊，就看咱前贤迄群人咱一行过伊是要当啊，就下手啦，你过来，拢讲英语嘛靠翻译过来，前贤讲来到遮机会就有人去拗叫啦，这好，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啦，就是安尼啊，咱印度的道务就是安尼开，就一路问话讲，迄个就会使你包租公啦，讲伊足侪厝的专门咧租人啦，所以免做逐个月就优细细就对啦，安尼啦。所以因无用，咱伫遐泡茶，讲你在哪见到啊？伊讲你即群人无共款，不一样，就是气质啊，各方面就差不多无共款啦。我来请你来请你帮咱来啉茶。所以你看伫迄个经验啊，各位先生敢是人去搞，上天安排好啊，去到遐就有人来接应去啊。所以你看咱去印度第一个人多就是即个人，所以叫天下旺。天下旺啥物意思？天下甲你人较紧嘞，佛门大开，有名，快来，大家拢来求道。求道这毋是讲刷你啊，较紧嘞，投入，投入道中，所以叫一首诗啊，这首诗足好诶。伊讲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万里无云万里天啊。这句就是讲啥？咱的内心的功夫叫做内圣的法门。千江有水千江月咧，叫做外王的功夫。我先解说万里无云，上解重要就是这两部分。各位姐姐，你心中有云无啦？毋是分别的云就是乌云的乌云是安怎伊有法度万里天？伊就是伊心中一定无云啊。所以咱今仔日是安怎无法度人成就，就是啥？咱一定主为开天，求为辟地，因为伊降世。来到伫世间，今日拄行到690苦42冬，这业绩拢算得出来。所以你来看，人转中转人转来到遮咧，咱就变安尼啦。咱这就是安尼啊。所以是安怎咧？因为是气病所苦，无了所变啊。8条咧，无法度。这气病所苦，无了所变成乌云。乌云啊8条咧。这乌云就是咱常常讲的贪、嗔、痴、慢、疑。所以贪嗔痴咱拢捌听过了。慢我讲一个啊，慢就是骄傲啦、傲慢啦。天下无人，我上高啦，我上较强啦，我上高啦，安尼啦。这种骄傲的心啊，叫做慢啦。疑咧，疑上可怕，叫做疑心生暗鬼。所以你看，咱是袂拢相信讲道经、地经、天命经，敢是安尼？你只要一点点怀疑道毋是真的啊，你若毋是真的啊，天命若毋是真的，我讲去了。只要你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你免修啊啦，因为已经啥无信心。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咱对道一定要100%的信心。咱较有讲是啥？有始有终，必修修到解决定论，无咱无法度呢。所以各位姐姐，咱真无法度万里无云万里天，为什么？因为拢去乌云大条嘞。所以咱真要修的一个功夫就是啥？拨云见日。我请教各位姐姐啦，准这几号落雨啦敢有太阳？下雨天有没有太阳？有是有。为什么？因为这乌云上条的嘛，敢是安尼？太阳咧是乌云的阴影啦。所以嘛，咱今仔日毋是要修自性，自性免修。好奇自性本来有足啊，太着修。好奇自性本来心蛮佛啊，心蛮宽啊，为什么还要修？不用啊，本来就清净啊，为什么还要修？不用。无咱要修啥？云乌云。所以咱真的是叫乌云卡条的，咱叫紧不要开。不要开是做自然的，太阳光射出来嘛。你自然显啊，自然显了，你地位大开啊，就这样子啊。所以各位姐姐，伊这句诗就是啥开悟的诗啦。所以咱日上较重要要做一件代志，就是拨云见日。一
心中无云。哎，迄、个云吼破开了，然后你就让万里无云，万里天啊。为什么？各位前姐，你看咱的佛性多广大。哎，咱的自信哦，啊那过万3000百千世界都有自信的，你看没？整个都是呢，而且咱的自信无来无去都无代志。哎，是这个哦。哦，啊，所以你就爱去找着啥？你的佛性本体。啊，你叫我做啥？万里天，有变那万里天。哎，哦，啊，当你真正开悟的时阵，心中无有爱的时阵，你爱做一件做几大代志，叫做千工有水千工月。啥叫千工有水千工月？哦，水代表智慧，水代表根基，水代表做着。所以只要有缘的人，你就爱讲去那度。你是一粒果尔嘛，敢是安尼？哦，啊，一粒果了千工有水啊，哎，千万万的水啊。哦，啊，所以哦，啊啦。只要跟你有缘的，你会使啥？独善其身，爱彰显天下。哦，赶快去做。哎，啊，一个做两个，两个做四个，四个做8个，叫做1而10，10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位听者，咱1而10哪是安尼啦？哦，本来就是安尼啊。哦，咱本来嘛无遮济人的，敢是安尼？哦，啊，所以是咱单节人，各位点算的努力。哦，啊，伊多乖，大家即开，哦，即开就一班就大班的啊。哦，迄是咱伊讲有一个高一班的啦，菩提心慧班的，啥物班的拢分开呢。搁且会记无？咱家咧开班拢偌济人，即间哦，这甲第2呢，吼，敢是？你若年纪参我别者，你就知影吼，咱较早拢捌看到叫啦吼。这甲第2呢，真正呢，这甲后壁拢无路呢，后壁万岁伊要坐也无路呢。啊，外口吼，拢啊排甲拢6个，拢伫窗仔门遐咧听呢。有无？咱就叫对叫咧。哦，啊，所以即摆有学界的，啊有啥物的，毋只哦，来分一个公益班，分一个菩提心慧班，分一个咱老人班。哦，咱老人班无讲啥咧？哎，吼，啊所以看看，啊所以老人班到这个道理人听啦，少年班无这个道理人去听啦。哦，啊所以嘛是袂歹啦。哦，啊所以你看，一个建议了。带动咱咱几6000个人出来思考做事，真是做不简单的。叫做啥？千工有水千工月。哦，啊，毋是咱台湾尔咧。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大陆、香港，有无？哦，啊，真正千工有水千工月啊，是传出去啊。哦，各位姐姐，会记哩，到咱的身躯，真道传到咱的身躯，咱袂使伫咱遮断转。咱要继续把它传落出去，知道？哎，这就是咱责任啦。哦，啊所以哦，会讲的，各位先生尽量讲；会办的尽量办；会做的尽量做；啊袂做的，咱啊祈祷，哎，多量叫培育，互咱的道有会当弘典，各位是功德无量啊。哎，是这个哦。哦，我定定伫遐想一个问题啦。哦，有咱可能参加大家有关系啦。我今年65岁啦，安尼啦。哦，以咱台湾统计啦吼，迄个分到会当活到75岁啦，平均啦吼，为了活到100岁嘛有啦吼，哦啊为了活到30岁、20岁嘛有啦，啊就平均年龄分到会当活到75岁。啊，天道咧，活到70岁，平均年龄。啊，各位前几天我出几张啊？5张。各位前啊，你出几张啊？你感觉伫遐讲这哦，一个前10几20几讲，哈，啊我无4、5、6届啦，我遐恐怖啦。哦，是咱来使讲，我出几单啊，爱较紧跑起来，啊无真正咱无偌济时间通看咧，真正咧。哦，你嘛讲这倒是工程去准好啦，我要来拼啦，我要去国外开放啊啦，我要安怎讲咧？哇，各位前辈，是不是这样子？真正咧，所以咱去脚会行会走，哦会当治理，各方面拢做好势。哦，安怎？咱有法度讲去一路去发挥。哎，哦，啊，所以你讲我就达到啥？千工有水千工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啊，叫做天下旺。哦，你是要对台湾旺尔啦？哦，咁而咧，伫遐天啊，哦，200几个国家吼，拢有法度做去，一路去啊做就对啦吼。啊，讲旺而不害，就是讲你由来修道，绝对无害就对啦。哎，哦，各位先生你要看，咱阿未修道进前，甲你修道后壁有啥物无共款？真正很大的改变啊，是不是这样子？哦，真的啊，从我来讲，我还未收到进前弄榴莲啦。哦，这老人家也讲这个话啦，弄榴莲听啦吼。哎，无所事事啦。
啊，你上班趁钱尔，啊嘛有食稳的，哦，啊，你袂平两万对人去保平两个，哦，路有边，哦，钱呢，钱也无较济啦，哦，啊啦，迄个钱吼，永远你无够开对啦，哦，啊，这穿到了咧，各位先生，人生大改变。你较早讲要叫我开车讲课哦，无可能的代志啊，拍死我目较袂啊，真的啊，哦，伊咧随即伊就知。迄较早我吼，迄大自卑咧，真正咧，我总无勇气咧，哦，我做内向的，对啊，查甫人嘛内向的，哦，高中迄阵哦，我还记得，我参加一个啥救国团的活动，啊，10个人一大堆，一堆啊，哦，一伫咧臭皮啊，要做啥？自我介绍了，有简单无？自我介绍做简单对无？哦，我伫我边仔迄个开始自我介绍啦，伊喜欢啥篮球啦，啥哦，讲，啊，我迄阵哦，心中就扑通，啊是安怎？紧张啊，哦，啊我紧张定哦，还吵咧，叫，头一个叫到吼，规个拢无吵啊，对啦。啊叫到我的时阵哦，我是陈友宏安尼啦，吵啊一直叫我呀，啊你看我迄阵的我是安尼。啊，这个我哦，结果我甲大家真讲，我惊死人嘞！啊，我这就是啥，上天造化啦。分堂有互咱这个空间甲时间来啥，来做了完做学习，咱较有这个机会通进步啦，会先生，所以是咱来感恩。感恩。我明咧，啊，事实的啊，哦，啊，所以话，咱这场咧修道咧，绝对有好处无歹就对啦。哦，啊，所以师尊老大你看来讲，入古门不平，出古河不腐，就讲你入来，保证你也袂死的。哦，当然啦，你若讲吼，我要欠到买一间厝吼，这厝开到悬的。你听我唔知啦，阮大家吼，较早一间厝拢700万，就买会到10个边尔，这拢千外万。哦，啊，你看咱一个月你啊3万块，你要买一间厝1000外万哦，啊，6万你敢有买着啊？啊，我偌困难嘞，1000万一个月3万块，搁要顾3囝4个囝吼，你看甲我度，真正无度呢。所以我讲吼，这个少年足可怜的，我迄阵买厝一间100万、200万就变去啊，现在千外万，属实的。哦，啊，所以你看，你讲你自由咱道绝对无你咬着，哦，袂是袂互你搞着，哦，啊爸，保证啥，有钱人互你买，所以各位先生。咱若要趁钱吼，我是讲讲要趁钱啊，真正。这华法哦，加减报过啦吼。小户靠手啦，中户靠头啦。小户靠手啥物意思？就讲啊，我都无啥物专长，啊，我咧上班，一个月领2万块还是3万块？哦，我有一个问题吼，常常想足久的，是怎问咱？各位先生，咱迄阵是平我领3万块，我迄阵咧上班，日日咱交着咧做边啊，一个月就3万块咧。啊，这个少年啊，紧嘞，嘛是3万块咧，3、4万咧。啊，迄个3万块是足好用的咧，敢是啊？啊，这个3万块咧，一千啊换了，万仔囝就无用；一千啊换了，万仔囝就无用。无够用啊，真正无够开啦。哦，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吼，咱既然讲要小户可以啦，吼，就靠手啦，你上班3万、4万安尼去啊，安尼啦。哦，迄小户啦，买厝啊较困难啦。哦，啊，你啊大好囝，迄个啥，大好囝较困难啦。哦，啊，无要做啥？中户靠头，这个厝了，敢知影？所以我建议咱大家吼，要进来做教书的，连这个口才电脑做好过，真的啊。所以我话，你自己电脑免炸，我这个嘴炸去吼，就差去变去啦。哦，安尼，啊，即摆吼，啊呐，像咱做生意啊，卖厝啊，我这间厝好啊，卖你，有可能3万就有来啦，我都好趁无。比咧上班吼，2、3个月就好趁啦。是不是中户靠头？好，各位先生，来啊哦，大户靠什么？靠头，不是？靠天呐！你若真正要大户大贵，你要靠天呐！你若天无做，你冤讲嘛，你若那户就无法度就对啦。现在呢，我讲一个实例啦，咱学校吼，较早就是一个工名叫做严明庆爸爸啦，哦，严明来说。爸爸就对啦，你敢知迄阵吼，差不多40年前有无？哦，伊就参咱监理哦，去开放时间报阿妈来找啊。迄阵咱台监理只是咱周监理，讲啊咱国外拢无读啦，无道夫咧，咱周监理无第一句话，是感谢慈悲，包括派的人才少者，迄阵人才少的，
所以打招一个天道尔，就是干领袖，两个拖来落去，迄阵咱要出国嘛足困难的，游泳好，迄个摆设嘛较足复杂的啦，迄是慢慢来较空啊开放，所以咱会当观光旅行，迄阵拢也袂当的。哦，所以迄阵签着3个月，所以因咱啊就出去就是3个月，拢无倒来。家己就要做啥了呢？做干嘛的啊？搁卖啥？卖米粉，统一牌的米粉。伊个米粉是一袋2点4呢，是规数100几包迄种的啦。做做牌商啊。你敢知伊出去3个月，伊妈妈因某啊，爱顾因干嘛店，搁哪照顾5、6个囡仔，就平均兄弟姊妹就对啦，5、6个拢因某爱顾就对啦。一个组人呢，爱顾遐，搁米粉呢，米粉伊无路赚啦。所以人啊讲某女人啊，我要米粉呢，伊讲拜托你啊，阮阿无伫个，你家己载起来，我组人无法度来，同款嘛无法度来送。这生意人上尾仔拢讲话啊，无爱啊。你也毋知我去啦，我去北京安尼。结果你敢知？今仔日伫遐办啦所以互我毋知讲，咱真正尔讲一句话，一个人才一定爱18般武艺改用啦，逐项拢爱会啦。安怎讲？迄今仔日大好我讲的，讲伊遐第一找就找好啦。第一人做啥？迄个租厝的人。第二去买家具，讲你即届去买椅啊，想要买这椅啊了，即届拢买1条尔，敢买2条？为什么？今日1条你也讲的，椅啊还袂买了，还会倒来啊，对啦。伊就是爱办的啦。即摆要办桌啊，去买花，买花就办干啦，大迄地花啦。买果就大迄就买果的人。即摆多一个是人爱财能啊。各位姐妹，咱知影新加坡参咱只开车无共款方向不一样咱这是靠右走，因是靠左走。因的道路是这嘛是对了对啦。今日个起学才会开呢，我无你太晓讲啦。伊讲太会知白去我就甲开啊。朋友种啦，载着先来求道啊。即摆载着先来求道，来开始先来挂号，嘛是伊，就载着先来伊啦，多人伊啦载迄落啥，载人啊伊啦，来咧，挂号啊伊啦。交标本啊，伊啦，来开始办道。办到1个要办啊，1个点办书啊，1个人才要办，伊讲照办。伊做上咧，我写条花，完了就对啦。伊可能包办嘛，3位、4位、5位、6位，通办，1个办大个就对啦，就袂个，真正有够厉害。即摆都办了啊，工商部，伊飞去台北工商部啊。公布了伊就交代咱周前人来。请周先生来准备开始，伊就留意啥啊？去厨房煮物件，煮点心、煮皮蛋的1分钟，1点心。即摆啦，煮好了，就讲真正就讲好啊。就林群，天本来大家食食的，点点食食的，伊搁开车搁送因转去安尼。过先生，我咸到这就18般不止啊。好厉害。真正说咱人才18般武拢会咧，你又讲我会晓上马咧，我袂晓下咧，想要上咧看咩啦？你在讲爱一样的那个，所以说因就是安尼办道的啦。所以迄阵开放了转来3个月一定到转来，无转来袂使伊签证时间一定要转来。转来了，1、200包的米粉拢生糖啊。去了你讲生糖，因为米粉嘛要当啃3个月尔。伊迄个进前拢寄回啦，所以拢超过时间了，米粉拢生糖。转来了我惨啊！你就嘛做办个啦，赶紧，看过来，这处理掉，搁寄新的，搁一个给。所以你看，今日伊为着道务牺牲互个拍拼，上天绝对个高位。像这无偌久就一个人就对啦。讲感谢，我这地足水的，你敢要看卖？我今日要去啊！你这地4角角，方正的，很漂亮，大地，唔系2分啊，几分我唔知啦，足大地啦。我迄阵真正人买开。伊讲无1个月伊讲可能成本派来就对啦，一个想要买就对啦。你就哪，感谢啊！听讲你买一块地偌水，我来看卖咧。我就直接去看介意当场下定金，随便买就对啦。今仔日同我讲啦，伊无讲偌济钱啦，伊讲着进买来1个月了，搁卖去，趁偌济？伊讲拄仔进眼睛里头大迄间厝啦，
我多给记这样500万啊！各位先生，大陆靠谁？天啊，嘛靠这个来收我啦！我天啊！你也要挂哩是几百万的，几千万咧挂咧，属实的啊！啊，这问题来啊，各位先生，天哪要做你啦！到到没有？啊，咱这地人他要做伊，他无爱做我啦。哦，咱地球60几亿人口啊，是啊，咱伊嘛无要去做，你就要做你。足简单的啊，你先来做天嘛，天就做你啊，是最简单。就那时候你去天堂上班，哦，啊上班没时间到了，我薪资有你啊，不是这样子吗？啊，就自然的嘛。啊，你为上天办事，上天就做你啊，就这样子。啊，上天要做你哦，我讲，拄我人看拜有1000万买，300万就买互你统赞，你就抽到了，咁样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咁袂使，保证袂使，属实的哦，你若出我好不付啦，你也无要来收到的，也袂偌好听啦，咁样咧，当过啦，当过日子啦，过面啦，啊，不过你会当上干领就介500万以外，无可能嘅代志，咁是，所以恶业不害，安平泰，安就是无事啦，就讲咱今仔日这个代志爱心安理得，各位先生，咱这上面是代志心安理得，请靠寿心，心安理得，你有感觉无？我较早会记得还袂清到进前迄食鱼啊，食到心不安理不得呢，真的呢，因为伊饲着你嫁着遮啦，敢是安尼？你袂记讲阿去有提前嫁着，你感觉真的啊，我一工啊，伊无像你哦，我若20-30档，嘛去有提前嫁着啊，你都无食鱼啊，你有提前，袂就你食鱼啊，去嫁着啦，嫁着要安怎？人讲我吞一尾分花吞落去啦，一解吞得愈严重，吵得愈深啦。一个就讲你去人讲话，我不付啦，有无？我付咧，一杯啉的，无感觉，搁一杯，连续啉3杯，啉袂落啊，饱啦，3杯有啦无啦。到尾要安怎？去找遐隔壁家找来见下无遐同个咱来好整着哩，乌叫嘛对吧？是心不安理不得啊，所以祸水搁真正，也是天靠寿心，绝对袂叫嫁人，这是也是心安理得啦。而且咱食菜拢不欠啦，唔免就讲我食人半斤就要用8两，食人1斤就要用10万了，唔免安尼，心安理得。赢咧，叫做顺利心平气和。就讲咱处理代志，啥物代志大项的时阵拢是心平气和。叫做万言通他，一点不限。咱应对的时阵你逐项代志你会当处理到非常顺时的啦。再咧叫做升华，要怎升华？我搁来讲一个故事啦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卢先祖来度何仙姑，安尼啦。何仙姑迄阵修养足好个啊，三道经典拢足摆个卢先祖就遐即个啦，伊做好，所以伊就啥，交后壁度就先高的，所以你看八仙多其中一个是昆的尔，讲到遮，佫一个伊出来我就跟你讲，你看咱台湾拢是昆的特别多，其实拢较少，咱这摆咧算足济啦，去香港你敢知？要到50个啦，49个拢昆的，一个查甫尔，你查甫就讲伊足歹势啦，讲无要紧啦，我嘛查甫咱是有缘啦你较紧嘛啦。所以现在，各位先生为什么这样子？这叫做坤德应运呐。无你看64大组，遐济个70几尊啊，拄啊一尊坤德尔，其他拢啥天德，是安尼。拄啊输不了代志，其他拢坤德呢，其他拢天德呢。为什么？听讲坤的是骨肉之体，所以要修真正更较困难啦。可以是古早时代啊，这无共款啊，这30普渡。只要受名师一去了，地府求名天堂挂号，太袂成，大家嘛成，所以这叫做啥？坤德应运啦，好你看古早时代八仙啊，8尊呢，拄啊一尊好仙姑坤德俩，其他拢是天德呢。所以我建议咱坤德爱好好把握这一次三朝普渡的佳期，这个也无成袂使就对啦。我照着咱细老师讲的，
哦，你就会骑车，你用车冲过啦，啊袂骑车无你嘛用走的啦，啊你也袂走的，你嘛用行的啦，你也袂晓用行，你嘛用爬啦，啊袂晓用爬用蹲的啦，爱蹲蹲等于啊对啦，真正嘞，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吼，这盖很难得困到一年，哦，你话咱这种东西困到呢，哦，是不是这样子啊？困到一年啊？哦，啊你讲前道有无路？有咯，前道我来讲，春天的叫孙勇之体。咱要修行这个太简单了，看你袂烦尔。一步一跳，一步就搞完嘞。各位先生敢知影？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就是啥？有钱做大有成功。所以有钱做来到有成功，爸爸呀，伊爸爸咧是中药啦，中药房啦。就是要讲就讲来，老板，我要找西洋药，阿妈出口。爸爸有啊。阮遮即生阮即间上大间，阮即间后尾无你要想要找啊。伊讲安尼我要四样药尔，最简单诶。第一味药叫啥？加和散。第二个叫做顺气汤。第三个叫消毒饮。第四叫化气丹。伊爸讲应该有，大家冰，伊出不大冰诶，伊真冰诶，冰到着啦，冰到我2点外就讲人家歹势哈。我就有了啦，咪靠钱做了，冰拢无咧。安尼就对啦。目前这个不管，你要讲有诶，有你就来有我，安尼就对啦。讲歹势，真正找无诶，无你明仔载来这，我就去变看卖，有我明仔载来互你，安尼。路线做就条讲有爱就对，就差不多啊，奇奇果果，差到内底咧，和成果出来啦。和成果出来，讲爸爸，你叫爸爸也叫阿爹。这叫阿兄啦，这个人叫阿兄啦，叫阿兄，是啥物代志啦？安尼啦，较像这件代志和成哥讲，和成哥讲安尼，阿爹，你去后壁这休息，这我来处理的，安尼啦，这卢先生来讲，来，我要这4样药，你有无？和成哥就讲这4样，伊讲铺子煮好，加和散，地进香姜。顺气汤、优利合果、消毒饮、加入面车、化气丹。卢先生听听安尼，够赞的啦。这大人安尼讲话客气就出来了对啦。别人各位先生你要看你也去参一个无求道的啦，无论是讲道理的啦，各位先生你参伊讲话足忝的啦，因为你讲道啥伊听拢无，敢是安尼？真的咧，会客气啊，像我较早咧读研究啦，我讲的内底就拢研究啦，就2个昆道嘛拢研究研究啦，这摆转去因菜市都隔壁都卖第2个咧，有名就讲啥？讲研究啦，讲到你都讲4点外钟啦，边仔一个太太在听，你个无大家听的啦，嘛足厉害咧，我伫遐听4点外钟啦，好奇怪咧，你到底讲啥？讲4点外钟，我人听拢无啦。就是我不投机啊，办事高啊，咁是啊，咱大行的讲得讲啊变去啊，咱讲啊欢喜啊，你讲研究讲啊欢喜啊，伊迄个话，你听无听有熟悉的咧。所以你看有钱做大行的，有钱讲大行的，到这你看这生气就走出来。就大概意思讲，户主住好家和善啊，咱家庭啊，要和乐，爸爸一定爱煮爱鱼啊，是大人啊，是咱头一组囝。囡仔咧，一定较友好是大人，这上个基本的。各位先生是安尼。你讲我爸爸无钱，我要怎友好？我先跟你讲，加大我人，加讲我课，加做代志我是无意思，这个讲着拢袂互你的爸爸妈妈，你嘛是友好，敢是安尼？是这个啊。我是来交代一个咱若要念经，若是大人，若是要回向你就该做回向的动作。你马上无回向你讲我爸爸会收着，我妈妈会收着，你无回向，伊要怎收着？敢知？包括咱迄阵是毋是疫情的时阵，大家拢伫厝咧念经，念经到尾一定较有影响。我讲来是在做一个交代啦就是讲不管你是大人啦、大贵人，还是讲有啥物大人咧回向，你就要双手合掌，讲老母慈悲，地主还是信女，我今仔大一个讲着，我袂回向，我
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阿公阿嬷，敢知影？哦，你一定要讲我清楚。哎，因为你有公交了，你要回学啥吼？哎，讲我清楚，伊较得对。哦，啊你若无费用诶，各位先生，一对袂对？为什么？因为咱这无用的空间做一个无形大的咧，咱看袂到尔，做一个。因会使哦，公交来啊，甲你去抢，大家去抢。哦，这个比如啦吼，就若是讲妈妈煮一做好的物件，做好食物件，哎，你若感觉倒顶咧，恁兜无人去囡仔，饲我来吼，准备要抢要食对不对？你讲哎，放东哦，哎，这边有爸爸食的哦，其实拢把叮当啊，是这样子，就是你要交代嘛。哦，啊，你交代我囡仔唔交叮当啊，啊，咱爸爸会食囡仔好了，来，这人一地啊，我叫互伊食。哦，啊，咱回想嘛是安尼，哦，啊，佫有一种回想唔好安尼啦，无安那你毋知啊？我回想给啥？3000代先世界的资本啊，哎，无形大德，各位先生，我讲伟大啊，你茫我家遐大呀，啊，敢知？哦，因为你有可能10分咧讲着尔尔，啊，你要互怎啊？3000代先世界，啊，一个分，我嘛无嘛分一点点啊。我一个比如啦，若是讲我一个大饼有无？有我咧做饼，吼，大饼1斤的啦，吼。哦，你要互1000个人食，各位先生会赔3斤的。大家都啊，我是真会啊，是啊，是啊。哦，敢是？啊，你讲我一个大饼切的，哦，啊，我要互怎啊？哦，我要互爸爸，爸爸食这个大饼就做欢喜的，敢是？都拢伊的啊，啊，你会晓回用的，哎，我看到咱做一个回想，啊，咱就安尼回想，你就爱啥？指名道姓，我没有啥，伊就得会对，哎，哦，啊，所以这个啥？老爸一开始我是啥？互你就是后一组囝，啊，囡仔一定爱啥？希望是大人。哦，啊，所以咱爸爸妈妈搁伫咧，哦，上较重要，一定要带伊来求道。哎，咱老先生常讲啊，哦，迄个啥？爸爸妈妈是上伟大的、最负责的人，咱唔道伊是搁要道上啊，听经的咧。哎，所以我真该去郑州。哦，咱这个台湾郑州啊，郑经理吼，伊了有一个类似活动啊。哦，啊，了迄囡仔拢20几岁啊，21岁、22岁咧，有够好巧的就对啦。哎，啊，你敢知伊了安怎进校？我感觉进校袂歹，是咱讲大家这堂课啦。因为有一个花艺组，我们去带动，就是在经理因的孙啊，就对啦。啊，伊孙啊是花艺组啦。哦，啊，拄仔要去郑州。啊，买啥物移民啊？讲哦，啊有去郑州去啊，有甲因遐护士办，我去帮办。啊，你感觉因遐工作安怎代工？哦，一跳到二个5拐吼，拐做因遐红点。哎，因遐带动较好的，安怎讲？你敢知？迄阵我会啊，哦，都加大个，往西来闹啦。哦，伊讲啊，你有想要做好无？伊讲有。哦，伊讲有，毋是用嘴讲的，他是打实地去做，啊，变哪做？因讲过日到啊，大家拢等去。哎，啊，等于了啊，甲爸爸跪下来，甲爸爸啥洗脚，啊了，甲妈妈洗脚，因的要求就是安尼，实际落去做哦。哎，哦，啊，所以吼，因讲成为一个主曲就对啦。哦，啊，这摆大家就等伊啊，哦，伊主曲，哦，哎，我已经准备好啊，哦，除夕的时阵，我要甲阮爸爸洗脚，要甲阮妈妈洗脚，要甲阮阿妈洗脚，可是咧，唔敢做。各位先生，今仔我叫你去打爸爸妈妈洗脚，你敢袂？你爸爸妈妈可能爸爸啦，你是欠钱啊，欠偌济钱就讲得啦，分担得啦。我讲你安尼，我讲你真正做呢，还有一个叫地灵的，哦，地灵的小姐，伊就是迄个红水团的负责人。你敢知伊为着要做一件代志，爸爸妈妈洗脚，哦，啊就伫遐想，我等下是要哪跪落啦？我敢知打想是讲我要哪跪落啦？伊偌厉害，你敢知影？用咱做少个礼呢？哎，就做伊过，就真正跪落呢。啊，伊要跪迄个，你敢知？伊学偌久讲学100几届啦，就时间较袂够嘛吼。哎，啊，就200斤做伊过伊吼，啊，后面当做伊爸爸妈妈。哎，啊，妹妹就讲，哎，姐姐你用啥？来，哎呀，吼，咱两个，你洗爸爸，我洗妈妈。哦，来，咱要看要哪跪，就做伊过伊，讲遐学练这步是100几届啦。啊，面搭水一定要囥伫边仔插好势啊，安尼啦。哦，啊，即摆就啊，除夕夜吼，啊食饭饱，哦，足紧张的啦，插妹妹吼就出来，哎，哦，啊就爸爸妈妈坐伫遐，哎，啊就真正就开始画，做伊过伊，吼就跪落啦，哎，跪落了后，就去遐面搭水就捧来啊，捧来吼，哎，就讲爸爸，
各位先生，你个爸爸你安怎？真正感动的，真假啦，你敢知影？师傅叫这个话俩，女儿长大，有没答？就是这样子的。爱妈妈嘛，赶快。妹妹，阿爸是安尼，妈妈，感谢你把我送到人世间来。为了感恩你，我给他把妹来洗卡。安尼，我洗，哪洗囡仔也好，大人也好，各位先生，你我是心情都感动。所以我所以嘛，那情境嘛，那我就是在大家他们把孝道真的落实在家庭里面，真的就是这样子。你要不要洗好了啊？妈妈，我来，我带你把阿妈洗卡，真的。真的就是这样，他是连说反应啊。什么人去洗？媳妇打妈妈洗卡，伊嘛做一对，阿嫂打阿妈洗卡。你看，你一个家庭是做和乐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看人洗卡，你也免了什么钱啊，他唔当水尔啊。你就洗一包红包做大包呀。你一日洗卡就要多6000块啊。第一是用啦，第二兄弟当中大家和好冤家啦，冇有啥物代志都要斗下来。各位先生，咱台湾只上摆一个风气是啥物啊？分财产，无分财产也离婚，大家亲戚讲做好个到分财产，大家避免。各位先生，我讲这是实在，所以我做个人嘛，就是安尼啦，我讲个实在话啊，大家听得好。真正，讲是爸爸妈妈听无代志，爸爸妈妈无伫个，分财产的时阵就开始求婚啊。求婚咧，问题就拢来啊啦。为了 money 无黑人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各位先生，会记，第一印象款，就是兄弟姊妹一定爱啥平顺啦。阮祖家伫台中上班啦，因的迄个医师讲伊有要到迄个啥，咧分财产的时阵啊，因医师是算基督教的，有讲修养迄种人就对啦。什么有弟兄们来跟我唱我要唱个较好的所在，我要唱个较简单的所在。伊讲我天天要爱，我唱都互你连春的，啦，一定无简单啦，皇帝啊，无错啦，我这个我得啦。讲经过30冬，伊个皇帝啦，变本加厉。较早讲一白讲头路，伊讲一定不60万啦。所以你看，福地机啦，啥物来较巧啊，啥物来较戆啦。我讲天论就安排啦，天公听公人啦，咁尔呢？所以戆是戆神戆的做神啦，干鬼干咧做鬼啦。就这样子。有理何讲小左印？就是东西啊。你今仔先来嫁来遮，伊也嫁来遮，各位先生。叫做姻缘啦。过去是咱老有因果嘛，有当姻缘嘛。同一时间这时间嫁到这个家庭来，各位先生，大家一定要和和睦睦嘛。唔通这倒来这倒去，唔通回放来回放去，安尼无好啦。因为家和万事兴嘛，家不和咧，万事齐嘛。家有贤妻化比干。所以你看，天条咱牵到要做注意娶某真正爱情啊，真条事情，无平等啦，7点8点会见到袂见。唔对啦呢，无你讲要经啥？以后我是较早地方界常常咧宣传，因为伊拢还没结婚啦，嘛在困到宣传，讲你若要嫁你经历了参考啦，所以咧，你若未参考所以你就唔通嫁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嘛查甫人，查甫人要追求女孩子的时阵嘛好时，好啦，安怎我这做听听的。你若是都化妆有啥，等3点钟嘛，等4点钟，袂受气无紧，各位听。娶某啊咧，无共款啦，你若较紧的我等一过来咧，就这样子，会变成一个。所以为什么要嫁给请教授是嘞？为人看标准超好的啊，无请教的人啊，
钱啊，就啉烧酒呢，啊无就补觉呢，啊就补身奶咧，补好奶咧，咁样咧，迄不良习惯拢照做出来啊。啊，你若过青口的，还是无青口的，保证不会。为什么？因为关啊，杀到一万九拢袂当通啊，咁样咧，伊保证你补觉嘛，袂去啥，啉烧酒嘛，袂去补身奶都不会，因为已经向上天表白了。啊，是计即种人上安怎？安怎咧？啊，咱若要娶咧，共款啦，你着要娶迄清高瘦些的女孩子啊。然后你拢唔敢主动，结果女孩子拢外销你你要不要做菜？拢在内向，唔外销。所以我看到咱天德做侪人拢都做内向的，我是一定做内向，做侪人比我做内向的，拢唔敢采取主动。因为易经个讲天和地道，分外为精，咁样咧，所以是天道了就看坤道啦，无迄个坤道就天道的啦，放心啦。坤道才艺不上了就天道，这个就是坤道啦，差不多啦。所以咱天道其他这道啦，讲真较无效率，大家都思维啦，我去咱讲些啦。所以咱共一个教会啊，做一个啥，有理大家啥，互相提携，互相包容。你若当时袂求道，求咩道求道，你的心就参你的心就烧了啊，安尼啦就是做讲，迄是家庭的啥死义呢？咱内底媳妇当中做死叫呢？伊就开始念嘛。咱你鼻息家和善，经骨皮肤的上皮汤，自比阴来上饮，心无烦恼我皮汤，我皮汤有厉害无？所以人有修的，真正有修要出来的。迄道告诉伊啦，什么意思你敢知啊？咱你鼻息就讲咱咧目睭啦。用紧啦，咱你鼻息心里爱合无啦，要哪合无？你着要用自信带动你的目睭去看，用你的自信带动你耳孔去听，用你的自信带动你的鼻仔去鼻，用你的自信带动你的喙去食，你讲毋是真拢安尼？无咯，真后安尼，真差足济呢。真个咧，即咱讲啥？看着啥？比如讲啦，看着人个指阳寿经。素食的，我的正是，你看着、闻着，起心动念讲啥？无食会艰苦。所以当你咧无食会艰苦的时阵，过节日，迄就毋是你的自性带动啦，迄就是你色心带动啦。食一个几久啊，无要紧，过节日是安尼，所以袂使。挺靠。所以用自性带动你的药经，你的自性来讲，这袂使食这食落拢记录的迄药来记几工毋知啊，落天迄食就排袂出来简单，所以你的自性带动你的药经，就是安尼。经骨皮肤顺气汤，所以意思讲咱人有12条经络，一边一样啦，这边是阳，那边是阴啦。佮加这两条，这条佮任脉，这条佮督脉，所以咱一个人有14条经络，所以经络一定爱啥？爱流软，你经络干咧落啥摆开过前你行落安尼，袂大拍，迄就是你经络一定扳掉的啊。经络扳掉缺钙，所以你着爱较食做啥柔软操的，筋一定爱互做柔软的就对啦。所以你经络好叫顺气汤啊。叫做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你气一定无顺啊，你就会慢慢遐痛，慢慢遐痛，慢慢遐痛，袂使啊。来阴来上就阴，所以咱今请教说这啦，一定爱保持了足，嘛就保持了逼，所以凡事万物流人，所以一个修道人就啥？不处不想。莫参人济啦，莫参人短啦，莫参人短理论啦，你来讲你啦，你要做大拢互你做啦，迄拢无要紧啦，先无烦恼我去通，你若当做甲安尼来过闲闲，你着啥无烦恼啦，因为你拢办着好啊，一定不心安，你才有啥物烦恼啦，所以过闲闲，咱着烦恼是倒来，烦恼是倒来，你甲有印象？咱着烦恼嘛是你自己生出来。生
恼家己啊，咱哪会无破？真正讲无。你若要生一个烦恼来烦恼家己啊，你再无生一个菩提吼，来生我咱的妙智慧啊。所以六祖讲的烦恼，菩提，烦恼即菩提啊，烦恼甲菩提拢是自行生出来的。白生，你再无生一个菩提，咱就要生一个烦恼，无法度。所以你爱养紧啊，所以等你真正心无烦恼啊，你叫化气啊，当然你就化掉啊，好，讲迄是啥？咱人外口的死皮友咧，咱内底个死皮友咧，你我人个就得了，比较较水啊。伊讲三花固定高山，五味调万顺气汤，雷转真经消毒饮，钙论精调化气汤，化气汤，各位清楚。所以你要我食哪些食物就够水啊，所以呢，咱后摆大家讲者五味调啊，啥物五味调啊？咱有元精、元气、元神、元情、元性五项，叫五元。五元爱调元，要怎调元？简单讲就是离天元，名顺一致下，叫做五元之精。所以你来咱得着名顺一致了，顺气汤一切拢顺啊，真正一切拢顺。你来对转阴经经，啥物叫对转阴经？叫做土坎天理，嘛叫做啥？运小周天，叫做雷转真经消毒饮。所以到尾啊，迄是内底啥功夫？到尾你来修规律，钙论，叫做啥？钙论精养化气汤，钙论定爱修，保守袂使就对啦，所以这就是大家安尼讲，来，乐一儿或克子，乐就是啥？简单重真的享受啦，所以就是甲讲啊，五色定人不无，五音定人美容，各位先生，咱就是世间就是拢去学啥？这音声害死啦，咱看爱看，听爱听，拢去学这浑噩的世界把它搞乱掉了。咱都别样回光返照，做无使，就是口欲享受啦，我零零零好爽啦，不过咧天天爽，啥物叫天天不爽？就讲我今仔日食好鱼啦，食好饱啦，食啥大人都食啦，各位先生，食人老这人嘛这咧，天天不爽咧，真诶咧，咱嘛讲啥？我讲一个阮对面一个40岁代志啊，因儿子因咧无收得，因儿子啊，有一阵安利直销商，有咱做了袂歹，结果为了要推广到国外讲去上菲律宾啊，因咧食草就要食饭，就带去拢食鱼啊、食肉、食沙子、哇沙米迄种的啦。结果讲因一摆规顿的啦，讲去食啥人啊生鱼片，生鱼片无咧煮的嘛，丢，安尼问哇沙米安尼就食啊，咁样咧。大家食拢无代志因后生食，规人开始吐啦、闹啦，足艰苦就对啦。各位先生，伊食着啥？你敢知？伊讲食着一片内底布满整个啥细菌，困拢闭痰就对啦。食着了规痰拢伫个肺部规粒屁股迄个胃部跟肺部拢规个拢痰就对啦。拢两了布了拢吐出来，规个拢痰。人已经站袂条啊！敲电话转来，爸爸妈妈，今日你转来，咱台湾的医疗足厉害的，能做转来，你讲照了规粒迄个气泡规粒拢痰，我出去，讲这一定无法度，要30岁呢，现在各位先生，你看路桥，真正无一个月就调了，就规种痰啊！你看伊惊死袂，要搁手术嘛袂有啊啦。所以为了食迄生鱼片，内底拢迄痰的汤啊，食着了规个拢生痰，了我人所以各位先生，你忙是我食拢免嫌人诶，免生诶，我来讲，时间到就是天气不爽，一定要特人对啦。所以过客时，啥物叫过时？伊讲人生是种短暂很短暂。各位先生，咱人生有短暂无？到底呢？各位先生，咱是来到我做一个比喻啦。咱就讲咱今仔日要去美国佚佗，各位先生，是去7天，还是1礼拜？较久的我1个月安尼尔啦。各位先生，咱嘛是共款啦，咱就是西方游乐世界来到这地球，要来遮啥？要
啊，搁足侪人来遮佚佗，倒来岛上游览即个风平世景啊，毋知人转去。毋知人转去吼，叫落搁去投胎转世，本来吼欠1000块尔，1000块你是爱搁投胎转世来还人，敢是安尼？为着要1000块，就搁投胎转世来还人，即世人还了啦，1000块还了啊，惨啊，还了搁欠人10000块啦。所以话你若搁投胎转世来还10000块，10000块还的了啊，惨啊，搁欠人100块啦。我说没完没了啦，咱毋只一只流浪生死相轮，苦海一心尽头，就是这样子。所以各位呢，这世人，互咱当着三着苦度啊，受穷是一句啊，毋茫搁做莲花米啊，爱啥？爱自度。过去转来是用无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歹流乱，真正无啥物人去流乱咧，所以要赶快回来回去老家，所以忙到遮人天必出啦，安尼就好啦，来讲道之出口，淡薄伊无味啊。你讲这道你要讲讲袂出来，你硬要讲无味啦，真正无味的。我用足地方法啦，一定讲这个道讲30-40年嘛无法度讲到久，真诶。我说淡薄无味啊，所以出口就讲咱要用道，这个正好的物件讲互大家听，讲互会理解，讲伊会体悟，讲咱伊会开悟，搁真正哪会简单？无简单。因为你第一是开悟，你讲出来较会互对方开悟，你家己无开悟，要哪互对方开悟？无可能嘅代志。所以讲淡而无味，啥物淡而无味？讲无味，较是真味。迄个无味较是正味啦，无常较是真常。所以这有常的，迄种是义妄。所以这就共有啦。所以我找这4两珠，4两珠伊有分2段，就是啥？一段是针对着中下圣人咧讲的，迄较简单。这段是啥？上真宽的4两珠。你看我这4两珠，这四句拢搁形容咱自性本体的啥？物件就对啦。所以就用4个角度，要安怎切出咱的佛性本体啊？第一，是讲观心性上犹如虚空。伊讲咱的佛性本体就像虚空安尼啦。这有参叫做有做说讲有共款无？有做有做说，是讲心如虚空，是毋都一模一样？自性袂心用尽啊！伊讲心啦，心就是咱的自性啦。比如就开始是讲心，就讲咱的佛性本体啦。你讲咱的心就像虚空安尼共款，不满的3000大千世界。各位先生，你听较笼统，听较混。我讲一个上简单的道理啦各位先生，咱的手机啊，就像咱的肉体，敢是安尼？咱手机内底是晶片，咱这晶片就像咱的灵魂。咱的活性呢？咱的活性就是啥？就是 WiFi。所以讲 WiFi 是不满整个时空。安尼较清楚啦真诶你看 WiFi 讲也讲无，你看袂着。毋过伊真空生疗愈。咱是讲生疗愈，你手机摕来，嘛只散热的。晶片若到了，晶片用一下，毋过安那无法度看影片，无法度细说很多资讯，对不对？你 WiFi 到了咧，真空生疗愈，看你要看啥物节目咯，看美国的，看韩国，看啥物咯，你点就到哪有了。安尼是叫做真空生疗愈，就这样子。不过咱这 WiFi 是台湾的用一尔，因为咱台湾基地台嘛，敢是安尼？咱的佛性呢，毋是台湾的用一尔呢，是3000大千世界，不管你讲地甲嘛有，天堂嘛有，3000大千世界统统有。你有看过无？真正有看过。安尼对咱佛性有较认识啊。所以讲心如虚空啊，是安尼。所以个形容迄个是共款。所以咱毋免讲我去大陆，我就做我的就是去，我去香港去炸我的就是去，免遐麻烦。因为拢不满这个虚空通通有，而且伊是无来，嘛无去。伊本来无叮当的啊，本来清净的啊，所以才有来有去，无来无去。第二嘛，咧讲这观受不在内，不住中间。你讲这个佛性，本体到底多少是倒啦？各位先生，咱佛性本体多少是倒？我拢会去思想这个东西啊。咱受名师一去了，都是前辈讲咱的就是到底玄关，对，到底玄关无对。毋过老师讲句话呢，打开玄关
着贤观呢，跟人走，忘了贤观呢，已成我。各位兄弟，太恐怖诶！因为伊传这个法互咱，咱往执着，你若执着就跟人走，我讲咩呢？啊，无你啊，放下贤观已成我。哎，就是你莫执着，把它放下来。哎，因为咱的自信，伊无伫内底，嘛无伫外口，嘛无伫中，啊，无咱的自信在无所不在，啊，知无？我讲一个更加简单的，你看手机啊，坏，各位先生，手机啊坏伫倒？坏是手机啊的中，还是伫内底，还是伫个外口？都不是嘛，不管整个虚空嘛，都有啊，那就比较看好。哎，咱的佛性本体就是这样。哎，所以你看，所以观受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是无所不在的。来，观心但有名字，名字姓李。这足好的名啊，拢无人讲讲，我感觉足无彩啦。所以我们要定定这个就是叫一个课嘛，咱提出来讲看嘛。虽然我含慢讲，含慢听，搁浅，你逐个足好听的啦。我比伊你就知影怎啦，咁样咧，所以咱这个自信的物件伊无名。咱若捌研究着做大经，你就知，一届就做为做出心理讲啊，我有一本，本咱无了解伊无名，无字，无头，无尾，无啥文，无啥是讲捌一大堆，伊讲迄啥物物件？那个行为啊，啥物啦？我知，迄个自信，有先生，敢是安尼？你来讲无名无字，你个自信，了解无？因为咱自信无名无字啦，它什么都不是啦，佫伊个真空，佫会生妙有啦，就是这个物件歹讲安尼对啦。所以你看，它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若讲伊是自信，嘛都是文相，文字相啊，你若讲中嘛是咧讲自信，各位先生咱知所以不是不灭的佛性本体，你把它讲自信，二妙得二三妙三宝的，你把它讲自信，反正自信伊名有够就对了，就是讲咱唔通去执着，因为本来无名，什么叫本来无名？我这个比喻比如我就叫陈永红嘛，咁样咧，而且我出世的时阵有名无名，本来就是无名，是阮爸爸是阮妈妈为着讲方便叫我，而且去水色名先咧，摆四条摆咧，入水头，这两欠水啦，叫人为了陈永红，我就这样子来嘛。你看我迄个用啥物用？你咁来？应该是英文的叫咩？我是3点水用的，你感觉？这永远红大米做好，咱这个3点水，因为我命中欠水啦，就是无智慧啦、混碳啦、暗慢啦，了，水加了，拢加3点水。我命来伊个咧，所以你看我命我讲话你听，你得要拥有智慧。看到永远的弘法利生，你看我命高赞，你不会3点水就无法度你，咁怎样咧？所以来咧，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这长久做后面不出现，不说，既无莫无，这个啥本来是明国的东西。因为咱的自性当中伊无善法，嘛无不善法。因为绝对也变到善法，甲不善法啦。了解所以我感觉咧讲有一个浅浅的花问，讲什么叫善法，什么不善法？现在自性太无迄个物件啦。我嘛做派一个谦逊的咧，我想着自家啦，自家他们分享啊。我就讲咱的自性就是易经的无极，易经的无极是太极嘛，太极是两仪嘛，两仪成四象嘛，四象成八卦嘛，八卦啥？现在14卦，14卦384爻嘛。所以咱即个讲换个384爻啊，所以咱即个这边等于啥？无极，无极就是空空洞洞。所以你讲有善卦、不善卦，迄叫两仪，是一个仙啊，一个恶啊，一个善卦，一个不善卦，迄叫两仪啊，迄就不是啥，就是无字啊咧，无字是空空洞洞的物件咧，所以一动了咧，就变太极，太极变了了咧，才有一个阴阳，有阴阳才有一个善卦，才一个不善卦，所以只要道就是善卦还是不善卦，总场啥为成本咧，佫就讲咩？安尼有了解所以话。所以咱今天爱去足济就对啦，无你就知影咧陪咱
各位先生，你有感觉了无？哦，流行话哦，有人加减啦吼。哦，啊，伊就讲吼，迄个啦，贵啦，迄个啦，介去做济人讲贵的，伊讲我用双包我买油油安尼就，啊，未穿到之前都有在食，哎，各位先生，人啊，安尼来问啊，你来破伊心态，你的心态你破无掉，或者怎么讲，伊袂收到啊，伊的心态你来破掉呀，哎，我这堂课啊，吼，我就话我咪人啊，你敢知影吼？佛教里面戒律偌济，你敢知？哦，伊就有 BQ 甲 BQ 零啦吼 ，BQ 爱修150届啦 ，BQ 零吼，哪有380几届啦？人家讲500届啦，几钱？你届这个这样嘞？哎，后面可能就种15条有几尔嘞？15条500届，你我猜啊济？哎，你是要修500届，是要修15条有几啊？你听这个讲，那就差400多届呢，差足济呢，家己搁咱送来，感觉落好水。哎，这摆吼，就大家讲好啦，15条尔吼，无要紧啦，哎，嘛500届就好啦，收遮咧，你着爱破伊脚啊，你着破伊心态啦，你无法度破伊心态，伊来叫你来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咱讲师哦，还有这个真的智慧，然后反应该做硬的对啦，因为去做家务你无可能讲我各想这各准备的，我来边啊讲，请做讲。去做家务无做互你做笔记啊，无做互你做草稿啦，我来要讲啥？无啦，伊讲啥你瞟一个字，讲啥瞟一个字，你拢无咧思考，迄真正用不想咧讲话啊，毋是你咧讲话，真正是瞟一个来解决你代志。哎，就是咧，因为生活拢过得去，生活过得去伊生活来听你讲啥伊就来啦，即个你听我讲，讲来吃伊的生活，来，我请教了，就这样。哎，真的，所以你看，光法不得上法，不得不上法，知吼？哎，所以修行当中，伊嘛无仙，嘛无恶，嘛无是，嘛无非，嘛无官，嘛无偏，没有，因为这对待就是啥？就是对待法，不是这究竟的哈。好，所以习你不听不讲言，听你不讲闻，所以咧，就讲你看袂着啦，听袂着啦，较简单啦。各位先生，你若讲课，讲安尼看啥物来听？我拢会讲一个故事啦，最后讲一个故事来。较早四座德行去游山玩水，看着自西东来啦，山遐大时阵一个道气足强的就对啦，就行，拄经过啥小路，看着啥了一个庙司啦，安尼啦，四座就是去问，请教一个师傅啊，比丘啊，恁遮有修道人无啦？伊讲，迄个师傅啊，比丘比丘啦讲，我逐个出家嘛有修道人，四座讲，敢是注意听敢是恁出家就修道人，伊不甲你讲，还是我讲出来啦？敢是是我无感觉有算修道人。阮后壁有一个叫做华龙禅师，人叫做懒龙，是安怎讲？伊就坐伫遐打坐啦，把去放去遐，无咧用啥？人家过你甲打招呼伊也无要插人啦，安尼啦，袂是足大地你共款啦，所以讲足奇怪啦，所以人叫懒龙啦，你唔来感觉咧吹咧啦，安尼啦，如果唔安尼计款所以四座咧就搁行，去等着这个华龙禅师啊，就直接伫遐打坐，打坐的时阵你要打招呼，无去插人咧，四座要打坐也无爱插人咧，伊尾啊讲，禅师啊。你是遮用啥？就对啦。这个华龙禅师听就讲，有人咧问伊伊讲我是遮关心，安尼啦。四座就是讲关是何人，心是何物。大家讲话就是安尼，免坐啦，2句仔尔，华龙就坐袂牢，爬开啊，何人？啥物关是何人，心是何物啊？伊就讲请教一个讲咱附近遮有一个叫做啥道信禅师，你嘛敢捌伊？这个就道信禅师啊，是讲你找了啦，这个人道高望重，地位大大，我想要来啥？拜伊为师，迄个师祖就讲平真就是我就是就对啦。我你我真正踏破铁鞋无觅处啦，你家己走来，足欢喜的。来，我有一个草寮。
会记啊无？啊，咱咧路吼拢独我，迄个哪土瓦地嘛，啊就好过吼，迄货马赛车吼，大过拢有迄卡号嘛。四道看就，哎呦，也惊了对啦。哎，啊我龙才是，你还有这个吗？哎，安尼啊，哦，啊所以四道看咧吼，这个吼，哎，啊就去啊，啊去到伊个寒舍吼，哎就准备咧交代伊啊，哦啊四道就先坐，哎啊坐了吼，火龙才是就地旁人个，嘛要准备咧坐边啊，上去聊天啊。伊要坐落进前吼，四道就是吼，就伫咧椅仔顶吼，就安尼写字笔咯。哎，哇，龙潭是快乐，龙刚接了啦，刚接了就是讲，你还有这个吗？哎啦，哎，讲成功就是安尼啦，龙潭都问好了，啊，各位姐姐，这个故事讲完了吼，第一个问题，上是修的人，谁是修道的？各位姐姐，咱刚是修道的。是，谢谢我哥头。我来讲，无条件咧，较是真正修道的。知道？迄较是真正咧追修虑的性的就对啦。你无条件都不会修到，对各位。哦，所以咱较袂无条件的，较紧的去请教你点老师。啊，变咱无无袂着，哎，绝对无袂着啦吼。关系何人？啥物人看？你自身咧看啊，无你敢会目睭咧看咧？各位先生，咱即个像你咧看我咧看，是你目睭咧看，是你自身咧看？自身咧看，我做个比喻啊吼，像咱这电话对无，是毋是会倒？哦，啊你若切到我咧，我就欢喜啊。所以本身袂倒，伊就要经过电过伊才会倒，敢是安尼？咱目睭本身袂看，伊就要透过你的自身伊才会看，啊了解无？安尼是目睭咧看，是自身咧看，是自身带动你目睭咧看咧，了解吼？哦，所以咱若学个毋知影安尼吼，哇，啊就去了，差不多。哦，啊，所以关系何人呐？你的自身的关呐，哎，我打错，我就咧关，那是关啥？哎，心是何物？你的自身是啥物物件？无形无相啊，要来讲袂出来。哎，啊，无要啦，要关心啦，无法度啊。啊，哦，啊，所以吼，这个故事吼，哎，就咱报告到遮啦，后日时间我差不多啦吼。哦，啊，所以你话伊看袂着，闻袂着，听袂着，毋过咧，少了啥？少了这个典故，咱慢慢去体会，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家己去悟啦，家己去报啦，哦，啊，家己去啦领会啦，哦，倒一工后你讲，哦，我知啊啦，哦，容易啦，哎，真正稳工的啦，吼，好，讲了，哦，尤其不可信，就是讲哦，伊安那倒个物件讲袂出来，安那，毋过咧伊用出来咧，千变万化。这个风景，这边流浪，这边流浪，东西南北上下叫做流浪。所以我们讲上天大千世界拢播完整个佛性问题。哦，关注这体造物本转落来咧，多关注咱的现观。哎，安尼有妙。哦，所以你看这个物件研究袂了啦。哦，啊，所以话咱大家啦，继续努力啦。哦，就是研究袂了，咱到时阵都继续研究啦。啊，无你若研究袂了，讲的就是要刷，咁样咧。哎，啊，所以吼，像阮即班吼，一个人单咱一届机会尔啦，吼，啊，所以感谢大家吼，今仔报时才是时间，原来你要过来习啦，吼，啊，所以做些补救，目前做些谢谢如花，大家前年、后前年开始都是方法，就可是来，一个成功，万事如意，OK。